西鵬，做咩啊？西鵬，可唔可以借住2嚿水嚟先，把工資俾翻你？咁大個人2嚿水嘛嘛？媽，唔借。使唔使咁態度？每個人都有困難嘅時候。係樂哥，周東咩事？樂哥，可唔可以借住2嚿水嚟先，把工資俾翻你？得啊。嗱，係，都係你個朋友，到時候發工資還翻俾你。冇問題啊，一場朋友互相幫忙嘛。開工啦！喂，西鵬，夠鐘落班啦喎，咁冷天氣食煲仔飯咯。係咪你請先？我請。行你。樂哥，周東，我同西鵬出去食飯先，你插埋堆沙先食飯啊！鵬哥，樂哥，有件事想請教下你。講嚟聽下，樂哥。如果我用心對人哋好，人哋又唔用心對我好，我應該點做呢？你嘅意思即係話，你嘅朋友需要你嘅時候就百般討好，唔需要你嘅時候咧就反面無情，係咪咁啊？樂哥，其實人與人之間咧可以行得好近，亦都可以離得好遠。記住，若無共鳴，沉默即安；若無回響，無聲即聲。做人做事咧要有自己嘅態度，要有分寸。要咩分寸啊？我都係用我自己嘅真心對人哋好噶。真心對人咧係好事嚟嘅，但你自己要有分寸，唔係話你對人好，人哋就會對翻你好噶。冇太高估自己係人哋心入邊個位置，可能你係人哋心入邊咩都唔係。要習慣任何人嘅忽冷忽熱，亦都要習慣任何人嘅漸行漸遠，順其自然，冇太刻意。朋友呢樣嘢咧，緣起則聚，緣盡則散。退卻咗最初相識嘅熱情之後咧，睇嘅係良心，拼嘅係人品，留嘅信任。至於其他啦，有則錦上添花，冇則依舊風華咯。知道啦，大鵬哥。聽完你呢番說話之後，我心舒服好多。咁咪好啦，做人咧，自己心入邊舒服就得啦。大鵬哥，呢個咩茶葉嚟㗎？呢個咧就係我哋自己茶園嘅英雄9號紅茶，99蚊4罐，一罐淨重125克，4罐合計茶葉淨重1斤，仲有2個禮品隊嘅。阿燕，一陣間樂哥嚟攞工程款咧，你俾埋啲茶葉俾佢，嗱，錢放喺入邊。我趕住出去有啲事，你處理好吓。好。樂哥，西鵬，誒，樂哥，咩嚟㗎？大鵬哥俾嘅英雄9號啫嘛。嗱，俾抽你攞翻去飲。咁多錢喺佢度啊？哦，呢啲啊，啱啱大鵬哥結嘅工程款啫嘛。咁高興啊！今晚出去剩翻2杯，我叫到2個兄弟。唔咯，你哋去啊！我今晚翻去陪啲小朋友食飯。樂哥收到工程款咁高興，翻咪去食飯啦！我哋食驢肉。你哋去啊，我唔去啊。唉，你唔去咁，我哋食乜嘢？咁仲有咩兄弟做？兄弟，我困難嘅時候冇錢嘅時候，啲兄弟喺邊度？樂哥，你變啦！你以前唔係咁噶。西鵬，唔係我變，係我成熟咗啫。有錢嘅時候就兄弟前兄弟後，冇錢嘅時候食包仔飯都唔預埋我。這座城市留下多少人的青春，攀上漂浮，卻也沒能安詳落戶。
却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，最后终于撑不住，迷了路。